伫高雄有一位民众，伊骑奥多摆伫树下骹单一青红灯，说服别人检举，收到1张16000块的罚单，搁爱记违规3点。这消息一出来也引起众人的讨论。现在天气是真热，足侪民众骑车时阵，拢会伫日头拍袂到所在停青红灯。不过，安尼行为到底敢有违法？7月初，就有一位高雄市民骑机车为着闪日头，向停伫道路中央的树荫，后来民众和后壁驾驶检举，收到罚单，罚金是16000块，搁爱记违规3点。民众真不满，大文伫网络嘛引起大家讨论。机车在车道中暂停。阴凉处所躲太阳，差点造成后方车辆追撞。透中道记者实际来到街路看，也是袂少骑机车的民众拢按规矩停伫车架。真侪民众表示，拢有拄到这款代志。嘛有民众讲家己嘛会停伫树荫等青红灯，不过也是会注意后壁敢有车。阮拢停拢是会停较路边，我袂讲哦，共占当遐安尼嘛袂使啊，人要过嘛歹过嘿。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啊，比较危险。有时候人家前面骑来的时候没有注意看，会撞到啊。如果是开车的时候啊，如果它道路刚好有比较狭窄的话，那或许我们可能要到，可能前面有空位，那我们可能要骑到前面。那有时候可能会就是有撞到机车的风险。这条10000多块罚单引起真侪民众反弹。这样分局表示，交通部过去早有来函表示，骑车比日头是暂停的行为，目前无法规通罚，所以派出所嘛已经撤销罚单。记者钟丽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